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巨鯨交易。今日係2026年1月14號星期三晏晝嘅時間咧，同大家更新翻黃金同埋白銀走勢。成個大方向咧講多一次啦。咁啊，成組浪咧，我哋而家一定係處於呢一個嘅大三浪入邊噶啦，係咪？三浪入邊，一二三，大三浪入邊做咗個好明顯嘅延伸三浪，一二三四五啦，四浪去五浪。呢度呢，四浪呢度做咗三角形調整嘅，今日四浪去五浪，黃色括弧數字一二三四五。最近期嘅嗰次調整呢，係最高位4400蚊左右，落翻嚟大概3800蚊呢個位置咧，再打多次上去嘅，四浪去五浪入邊係啦。咁啊，四浪去五浪入邊呢，呢個形態呢就可以好多花款啦。咁我都有講過噶啦。咁而家呢，佢好明顯呢，有機會係做緊一個三推浪嘅形態嘅。咩意思？即係話成組子浪入邊咧，一定係要用翻一個三組浪嘅結構，呢個咧唔再重複啦。咁啊，成個浪形嚟講咧，十分工整嘅。A、B、C 做咗個一，A、B、C 做個二，A、B、C 做咗個三，調整 A、B、C 做埋個四。四浪入邊咧做多個 A、B、C、A、B、C， 息 set 打埋上去。咁啊，目標價咧要睇4581至到4711。咁你見到咧，其實佢已經 reach 到第二個目標價㗎啦。咁呢個目標價係點樣計？個方法又點解會咁樣用呢？咁如果唔清楚或者想報讀波浪理論課程嘅話呢，可以喺左下角咧掃碼 QR code 嘅。嗱，咁啊，成組浪入邊咧講多次啦，A、B、C， C 浪入邊咧要有5個浪嘅。咁啊，再縮細啲睇 A、B、C 浪啦。近期買入嘅最低點係呢度噶啦，4410蚊左右嘅位置。C 浪入邊做多5個浪，一二三四五。五浪入邊呢，而家我哋而家喺 B 浪去 C 浪入邊嘅4去5。咁啊，唔排除佢會再夾上去嘅，因為強者恒強嘅道理呢，有可能再行埋 ending 打緊落嘅形態。咩意思？即係話佢嘅五浪入邊有機會打多次息 set 啦。息 set 嘅意思係同一個道理啦，佢有機會 A、B、C、A、B、C、A、B、C 咁樣完埋嘅。即係佢可能咁樣夾埋上去都唔出奇，而每個子浪入邊咧打多個 A、B、C、A、B、C、A、B、C、A、B、C 係啦，咁啊有機會呢一波嘅升勢咧，再推咧就係上到4717蚊嘅，唔出奇嘅係啦。咁基於呢一個波浪理論咧，咁啊短線有機會成組浪咧，唔排除呢度完成㗎。咁點解咁樣講咧？其實最緊要就係睇翻尋日嗰個嘅 CPI 嗰個數據啊，有機會未如理想。咁有陣時候咧，就真係去到真係咁上下咧，個市況係有啲突如其來嘅消息咧，令到佢成個浪形嘅終結嘅。咩意思？即係話，如果個減息嘅預期冇咁快嘅話咧，有可能咧真係佢要再等一個調整，再下一波嘅 cycle 先再完成嘅。咁如果再側面認證配合波浪理論咧，咁啊有機會呢一個大三浪咧接近完成係啦。咁我唔排除佢會再喺呢度咧再做多個 extension 嘅。咩意思？即係話佢呢個五浪我再向上推，五浪入邊呢一度再 form 多個一二浪出嚟。因為一二三四五浪完成，可以再做到個 A、B、C。咁呢個呢就後話嚟㗎啦，係啦。但係最壞打算呢，頭先講過4700蚊左右嗰啲位置咧，成組浪完成。咁啊，你哋嚟緊呢，有機會呢要 face 一個scenario 就係黃金有機會喺呢度橫行盤整啊。咁之後嘅trading 嘅策略呢，就係有機會係做翻啲區間橫行啊，或者係做短線波段為主啦。好，喺分析白銀走勢之前呢，如果大家真係對我哋呢一個群組有興趣啊 ，Vantage 註冊開戶，咁啊 description 欄同埋留言板呢，有開戶連結同埋一啲資訊噶啦。再嚟睇翻白銀走勢，成組浪形咧再講過噶啦，一二三四五 ending expanding 打緊路，成組浪有機會喺呢度完咗噶啦，咁啊用一個回調比率去到拉。咁啊有機會劍指93至到94呢個位置啦。咁留意最壞打算呢一組浪形已經完咗。咁啊所以如果個白銀真係有機會上升呢，嗱留意第一個數法，再延伸咩意思？成組浪再推多個一二浪出嚟。咁呢個呢，有機會咁樣行嘅。係啦，咁第二個方法呢，就係佢變超級無敵 extension 啊。咁啊所有子浪嘅 A、B、C 再向上推一個浪。係啦，咩意思？即係話佢有機會 A、B、C 做個一浪啦。跟住三浪入面再打多個 A、B、C 嘅，咁每一個 A 浪或者 C 浪入邊再做多個五浪，咁換句説話嚟講，呢度有機會 form 一個大嘅 A 浪，回條 C， 回條 B、C 繼續上，跟住四五浪再調整啦，咁啊再打多個 A、B、C 4去5，咁成組浪有機會變成一個咁樣嘅形態嘅，一啦、2、3、4、5，呢個係第二個方法啦。
好啦，咁第三個方法咧就係佢變一個 double one two，咩意思？即係話佢唔係行 ending diagonal，其實成組浪係個推動浪嘅形態嚟嘅。咁啊變一、二、三浪入邊1、2、3、4唔出咗，再上啦，係咪？咁啊再做多個 one two， 1、2、3、4、5。係啦，咁其實你會見到第二個數法咧，同埋第三個數法咧，都係佢冇一個深度嘅調整嘅，唯獨是除非佢行一個 leading diagonal expanding 嘅一浪，先有機會做一個深度調整。咁而家嚟講咧，撇除晒所有嘢唔睇咧，咁啊，如果真係短線希望佢有個入回踩嘅機會咧，就睇下佢會唔會踩翻之前嘅 all time high。咁啊，大概係84蚊左右呢啲位置。係啦，如果佢呢啲位置咧有一個短線嘅 support 咧，我唔排除佢去行呢個浪形嘅。係啦，或者行第二個方法，係啦，咁呢度咧就大宏觀圖咧，再俾一次分析咁大家，咁啊留意咧，以上都係波浪理論嘅教學嘅分析啦，並唔涉及任何嘅買賣建議嘅。係啦，咁啊喺結尾之前咧，都同大家分享一個我哋會員嘅實例操作嘅例子啦。係啦，因為其實我賺幾多咧對大家嚟講咧冇乜影響，最緊要係你哋嘅自己嘅操作，你哋俾自己嘅規限同埋限制，同埋你哋自己嘅交易策略。咁其實咧會員真係相當之唔錯啊！咁其實你見到咧，我哋會員平均嘅會員盈利啊，或者講緊每一日嘅盈利咧，其實都真係講緊係最少係有300蚊以上嘅盈利。咁當然啦，而家係牛市，咁你講梗係可以咁樣講啦。咁其實咧調整浪有調整浪嘅玩法嘅，牛市有牛市嘅玩法嘅。咁你見到我哋嘅隨定庫嘅群友啦，咁其實你見到其實佢 trade 緊一張單都係賺緊1000幾蚊嘅美金啊，咁其實都係講緊1萬蚊嘅港紙。咁其實咧呢一啲少少嘅知識啦，同埋交易嘅動作咧，其實真係可以幫到大家生活上面嘅一啲嘅短線嘅需求，可能去個旅行啦，或者食餐好啲嘅對自己好啲咧，咁其實咧都係有可以加入我哋呢個群組咯。咁你見到其實你都有1000蚊美金嘅盈利。係啦，咁你見到MP 啊，MP 係我哋嘅會員啦，咁你見到1700蚊啦，都係根據翻我哋嘅教學群入邊嘅操作去到做到呢一啲盈利嘅。咁啊呢一個 Oreo 嘅會員朋友啦，咁啊十分之厲害啊！咁啊其實啱啱問咗佢啊，其實佢係做咗一啲其實佢用咗2000蚊美金本金啊，係講緊2000蚊美金嘅本金。你見到其實佢一張單嘅盈利係講緊44000蚊嘅盈利。係啦，咁啊真係十分之誇張。咁其實啱啱喺群入邊咧都簡單問咗佢啦，你見到其實佢咧好似話用咗2000蚊咧賺咗100萬嘅港幣啊。咁其實咧即係我估啊，應該有呢個盈利啊。咁啊相當之厲害啊，係啊。咁啊大家真係如果真係有興趣加入我哋呢一個教學群組咧，好，今日嘅分析咧去到呢度啦。